行人依然不配合检查。哦。我们对相关一起根据法律法律规定，请予熄火，配合检查。请配合检查，配合熄火，配合检查。好。配合熄火，下车配合检查。干啥的？外面不要动，配合检查。放开！配合检查，配合检查。放开别！配合检查。放开！放开喽！放开喽！好了，同学，车子在原地，发现人员在车辆内进行消毒。好，你看这，看这。